宏恩基督教學院於2015年根據《專上學院條例》第320章正式註冊成立，所有課程均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。作為一所私立基督教專上學院，宏恩致力提供博雅與專業教育，課程融合基督信仰與學術訓練，培育才德兼備嘅僕人領袖。宏恩於2015年開辦3個經評審嘅學士學位課程，校舍設於石硤尾。10年嚟，隨住課程持續發展，學生人數不斷增加。為提供更寬敞嘅學習環境，學院於2025年9月喺美孚設立新校舍，面積逾3萬平方尺。目前，宏恩設有4個學院，分別為商學院、基督教事工學院、教育及心理學院以及社會工作學院，合共提供11個專上教育課程，涵蓋社會工作、心理及輔導、幼兒教育、基督教事工、服務管理、物業及設施管理等範疇。創辦一所私立基督教大學係創校校長崔康常教授40多年教育生涯嘅理想。創校校董會主席袁樹華先生亦以基督徒身份全力支持。宏恩基督教學院係以耶穌基督嘅愛同埋服務精神去栽培僕人領袖，嚟到服務一個嘅香港社會。由於香港嘅社會係好需要有一啲咁樣嘅服務精神嘅僕人領袖，所以宏恩嘅創立係十分之有意義。喺過去嘅10年裏邊我睇見學院嘅成就，培養出優異嘅畢業生服務社會，見到佢哋嘅成就，亦都見到我哋神嘅豐富嘅恩典。10年來，崔康常教授帶領宏恩穩步前行，為學院嘅辦學理念與未來方向確立清晰定位，並為長遠發展訂立具體目標。宏恩致力培育僕人領袖，以學院嘅 Christ Value 為基礎，即係承擔、謙卑、堅毅、誠信、服侍同埋團隊合作，培育每一位學生對社會作出貢獻。我哋嘅目標係喺未來10年內升格成為私立大學。學院正在喺每一個層面積極嘅部署，包括課程嘅擴展、人才嘅培育、學習環境嘅提升，都係朝呢個方向邁進。創校副校長歐翠華女士喺行政管理及課程評審方面貢獻良多，為宏恩提供優質教育奠定堅實基礎。我好感恩喺13年前得到崔校長嘅邀請，參與籌備宏恩基督教學院。由於過往我喺專上院校累積咗相當嘅經驗，所以有信心可以喺行政管理同埋課程評審方面做出一啲貢獻，支持同埋發展宏恩。期望宏恩繼續以僕人領袖嘅精神，提供優質教育。課程發展方面，除咗現時提供嘅經評審高級文憑及學位課程外，宏恩正籌辦社會工作碩士課程，並計劃開辦基督教事工碩士課程。同時，亦積極拓展更多切合社會需要嘅課程，為有志進修人士提供更多學習與增值機會。宏恩基督教學院係一間好有潛力嘅自資專上院校，加入宏恩實在係好有意義。學院有好大嘅發展空間，喺未來嘅日子，我希望喺課程發展上作出貢獻，提供多元化及優質嘅教育。多年來，宏恩與幼稚園、教會、社福機構及業界夥伴緊密合作，為學生提供實習與服務機會。至今，宏恩已培育超過600位校友投身社會服務，包括註冊社工、幼兒教育老師、心理輔導員、基督教事工人員、服務業及商業管理專才，以及持牌物業管理人員等等，見證宏恩與社會同行。所以今日我哋睇到
除咗我哋慶祝10週年之外，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校舍嚟到係去作為我哋未來事工嘅發展，我哋獻上我哋嘅讚美。其實我哋睇到天父上帝對宏恩嗰份嘅宏恩係好浩大、好奇妙。宏恩就喺人神合作底下出嚟嘅果子。當我哋被基督使用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知道原來佢嘅恩典真係夠用嘅。願神喺未來嘅10年、20年、50年、100年繼續嘅日子，大大使用基督教宏恩學院，讓我哋學院嘅精神亦都能夠喺香港、中國以至全世界開花結果。我哋教會咧提供咗實習俾宏恩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嘅同學，同埋咧學位課程嘅學生。喺實習期間咧，發現到佢哋嘅學生唔單止能夠應用咧佢哋所學嘅知識啦、態度同埋技能喺我哋教會嘅當中，亦都係喺教會裏面有好嘅配合，亦都有好嘅發揮。於是當佢哋畢業咗之後，教會就聘請咗佢哋嚟到我哋教會裏面侍奉，能夠見證到宏恩嘅學生有咁嘅學習成果，我實在替佢哋感恩同埋咧高興。喺學生身上，我哋清晰睇到宏恩喺社工培育上面嘅用心，包括重視理論同埋實務，兼顧知識裝備同埋品格培養。我哋深信優秀嘅社工教育唔單止喺課堂之內，更加喺真實嘅服務場景當中。女青係好榮幸能夠同宏恩同行，為社區培育更加多有承擔、有能力、有愛心嘅社工人才。咁喺宏恩畢業之後咧，我就投身咗社會工作啦。咁啊，最主要我嘅服務發展咧，都會喺翻老人服務入邊。咁就做咗幾年嘢之後咧，我就讀咗個 master course 啦。咁而家係一個行政管理階層，咁就喺一個叫做臨終關懷照顧服務上邊，更加就能夠將當年用過嘅僕人領袖咧，投放喺而家呢一個身份上邊。喺宏恩讀嘅呢4年入邊咧，其實老師都好鼓勵我哋學習一啲心理學以外嘅知識嘅。因為心理學咧始終係同人相關嘅一啲嘅研究啦，咁所以換句説話講，其實所有同人相關嘅工作咧，都好適合我哋心理學嘅學生嘅。咁後來就出嚟做嘢之後，多咗機會去到接觸啊，同埋了解自己之後咧，咁就決定去行電影製作呢條路啦。咁最後咧，我就選擇咗而家去進修咧電影製作嘅碩士課程嘅。崔校長經常教導我們，要以愛心和服侍的精神做一個社會需要的僕人領袖，不單單是為了錢去服侍，而是當看到有需要的人動了慈心，所以去做服侍的工作。學院不是教學生要高高在上做貴族，而是要在最底層服侍他人。因此我們的學生願意去到最貧困的地方去服侍，這也是宏恩基督教學院讓學生能將所學的僕人領袖的理念實踐出來。宏恩10載耕耘，培育僕人領袖，由石硤尾創校到近年增設美孚新校舍，宏恩基督教學院衷心感謝社會各界嘅支持與捐獻。未來，宏恩將繼續提供優質教育，開辦切合社會需要嘅課程，培育具能力與愛心嘅僕人領袖，服務中國及世界各地。